这可能是您今年对健康最关键的10分钟投资。您一定体会过那种僵硬感，那种深层的酸痛摩擦感，让简单的下楼梯或转开罐子都变得像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不仅仅是骗老的一部分，它像是一个小偷，慢慢偷走您的自由、独立和快乐。被困在一个不听使唤的身体里的感觉真的很累人，对吧？它主宰了您的一整天，从睡眠品质到不得不遗憾拒绝的活动。长久以来，大众普遍认为酸痛只是老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代价。但如果我告诉您，在您的花园和香料柜里藏着能反击这些问题的古老天然秘方呢？我说的是大自然强大且舒缓的疗法，能针对关节不适的根源，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发炎的体内之火进行调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需要强效药物才能度过一天，但这是最大的误解。药物只是掩盖疼痛，并未解决根本问题。事实上，只要给予正确的营养成分和支持，您的身体拥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平息这场破坏性的体内之火。我要分享7种经科学证实最强效的草本植物和香料，它们能显著缓解关节疼痛，让您找回记忆中那种舒适流畅的活动力。我们将深入探讨比一般常见疗法更深层的知识。我们将剖析这些成分如何在细胞层面上运作，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复杂的科学原理。我们会详细介绍能最大化其疗效的具体摄取方法，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最后一项是一种鲜为人知，但研究显示效果堪比常见止痛药的途径，能为顽固的长期问题提供针对性的缓解。这可能就是您日常保养中缺失的那块拼图。准备好掉降疼痛的热度，恢复关节的缓冲能力，并重拾您的行动力吧。大家好，我是 Sandra Sarati 医师。多年来，我的重心一直是透过简单、天然且经证实的策略，赋予人们，特别是熟龄族群，过上最健康、活跃生活的能力。我深知身体磅礴在背叛自己的那种挫折感。我看过无数人被慢性不适击倒，无法享受他们辛苦工作换来的退休生活。您值得在醒来时不再害怕踏出那一天的第一步。您值得再次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到舒适自在。问题不仅仅是关节磨损，而是体内持续闷烧的发炎，反应是注浆发炎。想象成一把慢火，它会刺激关节内衬，导致肿胀、疼痛和僵硬。这把火不仅限在让您疼痛，随着时间推移，它还会主动破坏关节组织。我们无法完全消除这把火，但绝对可以利用与身体合作而非对抗的强大天然工具来扑灭它。传统方法往往忽略了这个系统性镇静的关键步骤。今天我们将探索7种真正能改变局势的成分。这些不仅是民俗偏方，而是经现代研究证实的强效生物制剂。您不仅会学到它们是什么，还会学到如何精确使用它们来最大化保护关节的效益，以及为什么它们能针对您的特定需求发挥作用。这不是在掩盖症状，而是给予您的身体精密的建材，从内而外地进行舒缓与重建。我们会将这个复杂的主题变得简单易懂，让您能迅速看到实质成效。准备好做笔记，因为这份简单的清单即将永远改变您看待关节健康的方式，并开启身体自由的新篇章。让我们深入探讨第一个天然强效成分。这是一种在传统医学中被视为英雄，如今更获得数千项科学研究证实的黄金根茎。第一，姜黄 （Turmeric）
黄金治疗师这种在几乎所有咖喱中都能找到的亮黄色香料，实际上是地球上被研究的最透彻的抗发炎物质之一。这个里的神奇成分是一种叫做姜黄素 （curcumin） 的物质。姜黄素就像一位训练有素的消防员，冲进您的体内，主动阻断导致关节肿胀和疼痛的分子。具体来说，它会抑制 NF-kappa B 和因子 kappa B 的活性，这是一个启动体内细胞发炎反应的总开关。想象那些发炎分子就像在您膝盖或髋部响起的小警报器，而姜黄素则是直接按下了整个警报系统的静音键。对于长辈来说，这至关重要，因为持续的低度发炎会不断消耗您的精力和活动力。当您的身体一直在救火时，处理其他事物的能量就会减少。姜黄有助于重新引导这些能量。当您可以主动抑制病因时，何必只是忍受疼痛？许多长期受僵硬困扰的人发现，每天摄取姜黄能显著减少他们对暂时性止痛药的依赖。现在有一个关键的秘诀，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姜黄单独摄取时，人体吸收率极低，这种化合物会很快被代谢病排出体外。为疗是放弃完整的强大功效，您必须搭配一小撮黑胡椒一起食用。黑胡椒含有一种叫做胡椒碱 （piperin） 的化合物，能大幅减缓肝脏分解姜黄素的速度，将人体利用姜黄素的能力提升数千倍。一个简单的使用方法是制作著名的黄金拿铁 （Golden Milk）， 将香料混合入温牛奶和健康的油脂中，或者简单地每天在炒蛋或汤里加入1/4茶匙的姜黄粉以及必要的黑胡椒。这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却拥有深远的系统性潜力。请记住，没有黑胡椒，您很可能会错过它大部分的疗愈力量。接下来是您厨房里可能已经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常用来安抚肠胃不适的活力根茎，但其对关节的益处却出奇强大。第二，生姜 （ginger）， 温暖的舒缓者。大多数人想到生姜都是为了舒缓胃部不适或止吐，但它对关节不适的益处确实非凡。生姜含有强效化合物，称为姜辣素 gingerose， 含姜烯酚 sugars。这些成分的运作方式很像您偶尔服用的止痛药，透过阻断称为前列腺素 prostaglandins 的发炎化合物形成来发挥作用。但生姜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不会像常见药物那样对胃黏膜产生强烈的副作用。姜辣素会直接介入阻断引起疼痛和肿胀的信号，从源头阻断疼痛循环。对于年长的身体来说，生姜非常棒，因为它还能帮助暖身，改善僵硬关节的血液循环。僵硬的关节通常意味着血流不佳，这会使关节组织缺乏营养，并增加发炎液体的积聚。生姜就像一个天然的体内加热器，刺激血流，将新鲜的氧气和营养输送到需要修复的区域。这种改善的循环也有助于冲刷掉发炎的代谢废物。为了获得最大效益，请跳过含糖的姜汁汽水，那里面几乎没有活性的姜辣素。相反，第四，竹姜半英寸长的新鲜生姜磨碎，加入一杯热水中，挤一点柠檬汁和少许蜂蜜，每天早上喝这个，或者为了获得更强的效果，将切片的新鲜生姜在一夸脱约1公升的水中用小火慢炖20分钟，制成浓郁的生姜茶，整天啜饮。这个简单的温暖仪式能显著改善您日常的僵硬感和整体的流畅感。您可能认为所有草本植物都只是轻微的辅助，只能提供微小的益处，但接下来这点会让您惊讶。我们的第三项是一种香气浓郁的叶子，
常因其烹饪用途而被忽视了药用价值。第三，迷迭香 （rosemary） 大脑与关节的守护者。迷迭香不只是用来调味鸡肉或马铃薯的，它含有极其强效的抗氧化和抗发炎化合物，特别是一种叫做迷迭香酸 （rosmarinic acid） 的成分。研究显示，这种酸可以透过保护细胞膜免受自由基损害，来阻断身体的疼痛。路径为发炎区域提供深层舒缓的缓解。它的运作方式与姜黄或生姜略有不同，重点在于广泛的系统性镇静效果，降低整体的细胞压力。对于熟龄族来说，迷迭香提供了一项极具价值的双重益处。它不仅透过降低系统性发炎来舒缓关节，其气味和化合物也被认为能支持思绪清晰、专注力和记忆力。古希腊人就知道它对记忆的力量，这是一个买一送2的优惠。更敏锐的头脑和更舒适的行动，同时解决我们老化时的2大担忧。使用迷迭香缓解关节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制作简单浓郁的茶，将依茶时前造的迷迭香叶在热水中浸泡10分，中式放出的油脂即是治疗成分。您也可以将少量稀释过的迷迭香精油直接涂抹在疼痛的膝盖、手腕或颈部，进行局部渗透缓解。请务必在使用前将精油与基底油如橄榄油或椰子油混合。这提供了一种芳香且具针对性的方式，从内而外解决顽固的关节点。这就是厨房常备品提供意想不到强大益处的完美例子。在我介绍针对关节组织破坏最有效的那个成分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一个熟悉的甜蜜朋友。它常被归类在甜点中，但在血糖和关节健康方面具有强大的系统性影响。第四，肉桂 cinnamon， 血糖平衡者与关节镇静剂。听到肉桂，您可能会想到它美妙的香味，或它在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方面的普遍用途。但它的益处强力延伸到关节健康、浆代谢健康与身体舒适度直接连结起来。肉桂中的关键成分是肉桂醛 （cinnamaldehyde）， 这种化合物对减少全身的发炎标记有显著影响。为什么血糖对关节如此重要？这是许多人忽略的关键见解。高血糖或控制不佳的血糖时际上会引发体内一种称为糖化作用的有害过程。糖分子会附着在蛋白质和脂肪上，产生晚期糖基化中产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简称 AGEs。这些 AGEs 具有高度发炎性和粘性，它们喜欢堆积在关节组织中，主动降解软骨并增加疼痛。透过帮助稳定血糖并减少这些有害的峰值，肉桂间接但有力地减轻了关节的整体发炎负担，把它想象成关闭了正在破坏身体缓冲机制的体内之火的主要来源。最好寻找西兰肉桂 Ceylon cinnamon， 有时称为真肉桂。它的香豆素 coumarin 含量较低，与较常见的桂皮 Cassia 品种相比，每天大量食用更为安全。每天在燕麦片上撒半茶匙，混入咖啡粉中，或撒在水果上。这是一种美味简单的方式，来照顾您的关节和整个系统，从一个令人惊讶的强大角度解决发炎问题。您可能认为这个组合足以开始看到缓解，它肯定会有帮助，但我们需要解决一种直接针对软骨和骨骼降解过程本身的化合物。第五，齿叶乳香 Boswellia serrata 乳香树萃取物。我们的第五种成分是一种古老的疗法，已使用数千年，是阿育吠陀 Ayurveda 疗法的基石。这听起来可能像是历史书或宗教文本中的东西，
确实也是，但现代科学已经深刻地重新发现了它对关节健康的惊人力量。齿叶乳香常被称为印度乳香，来自乳香树的胶状树脂，它含有强效化合物，称为乳香酸 （boswellic acids）， 特别是 AKBA。它们在平息导致关节破坏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方面非常出色。与许多其他抗发炎剂不同，乳香专门针对体内一种称为5支氧合酶 5LOS 的酵素，该酵素会产生一些攻击关节软骨的最具破坏性的发炎化学物质。对于慢性关节问题，乳香极具价值，因为它不只是控制疼痛，它还解决阻肢损伤和破坏的潜在生物过程。想象您的关节里有微小的建筑工人，不断筑起发炎的路障，并拆除健康的组织。乳香会告诉这些破坏性的工人休息一下，让自然的修复过程终于能赶上进度。您通常会找到胶囊或定剂形式的乳香，标准化含有高比例的强效乳香酸，以确保您获得稳定的治疗剂量。寻找姜其与姜黄等其他关节支持营养素结合的补充品，以产生协同的最大影响。对于那些有深层长期关节困扰，需要在细胞层面上获得针对性支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关键。这通常是人们看到最深刻功能改善的地方。第6，亚麻籽 flaxseed 必要的油脂，这是一种微小的种子，对首领族和舒适运动具有巨大的潜力，提供了现代饮食中通常极度缺乏的必要健康脂肪。亚麻籽以作为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促进消化规律而闻名，但它真正的强大关节益处来自其富含的一种特定类型的 Omega-3 脂肪酸，称为 ALA 或阿尔法亚麻酸 Alpha-linolenic acid。我们的身体无法自行制造这些关键的 Omega-3， 所以我们必须每天勤奋地从食物中摄取 Omega-3， 是体内抗发炎分子的基本建材。它们会被整合到您的细胞膜中，直接调节、启动或停止发炎的信号。把它们想象成倒在发炎火堆上的清凉、舒缓水主动冷却系统，定期摄取，有助于将您的身体化学状态从轻向发炎转向倾向舒缓与修复。这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尤为重要，因为许多典型的长辈饮食可能较少摄取鱼类或某些坚果，缺乏足够的这些重要健康脂肪。现在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指示：要使用亚麻籽，您必须在食用前立即研磨它。完整的种子有非常坚硬的外壳，人类消化系统无法分解，这意味着它们会直接通过您的系统，而不释放任何珍贵的 Omega-3 油脂。用咖啡研磨机磨碎1汤匙亚麻籽，撒在沙拉上，混入早晨的果昔 smoothie 中，或每天加入优格或麦片里。这是一种简单的全食物方式，能增强身体自我冷却的能力，并显著支持我们讨论过的其他草本植物的有效性。现在介绍我向您承诺过的那个成分。这种根经常以其强大且具针对性的效果让人惊讶，这是非洲传统医学中几个世纪以来的秘密武器。第7，魔鬼爪 Devil's Claw， 令人惊喜的根茎。不要被这个可怕强烈的名字吓到了。魔鬼爪学名为 Harpagophytum procumbens 南非钩麻，是一种原产于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植物。它的块状根含有强效化合物，称为环烯醚萜苷 Iridoid glycosides， 特别是哈帕苷 Harpagoside。这些化合物已被广泛研究，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且可靠的能力，能减少不适病，
改善身体功能，效果往往可与常见的非处方止痛药相媲美，但正确使用时通常副作用较少。魔鬼爪透过多种机制运作，它不只是像某些药物那样阻断单一发炎路径，它似乎能减少数种关键发炎介质的产生。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使其对深层结构性和慢性关节不适非常有效。对于需要从长期的慢性不适中获得可靠、持续缓解的长辈来说，魔鬼爪是一个极佳的替代方案。这就像是用几种针对性的工具来解决关节问题，而不是只用一把锤子，因为它是一个种强效的草本疗法。最常见的是标准化的胶囊或定剂形式，通常需要服用一段时间，通常是几周，以在体内建立其有效性，提供持续的缓解，而非暂时的峰值。这不是速效药，而是关节稳定的支持系统，帮助您在几周的持续使用后恢复灵活度，减少晨间僵硬，并增加对动作的信心。现在您已经听说了7种不可思议的天然治疗剂，但仅仅知道这些疗法是不够的。要真正成功重拾舒适感，您必须解决心理障碍和常见的误解。您可能带着一些关于关节问题成因和治疗方法的顽固迷思，让我们现在就厘清3个最顽固且最具破坏性的误解，这对于长期成功至关重要。迷思1：关节疼痛只是磨损的结果。这是善意的医生常说的一句流行语，但它过于简化且令人感到无力。虽然关节确实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但疼痛的严重程度绝大多数是由围绕着磨损处的发炎引起的，而不是磨损本身。2个人可能有几乎相同的 X 光片，显示相同程度的关节磨损，但系统性发炎较少的那个人，不适感会少得多，活动力也会显著更好。我们讨论的草本植物不会神奇地让软骨再生，但它们能大幅减少与之相关的疼痛和肿胀，这才是主宰您生活品质的真正问题。磨损是结构性挑战，发炎才是活跃的敌人。将精力集中在控制火势，而不仅仅是感叹老化过程。这种焦点的转变是非常父权的。迷思2：如果关节痛，应该避免运动并休息。这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误解，直接导致更严重的僵硬和疼痛。虽然您绝对应该避免跑步或跳跃等高冲击活动，但适度温和的运动是必要的，而非可有可无。活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自然疗法，例如温和的伸展、游泳、水中有氧运动，或仅仅是缓慢持续的散步。为什么？因为关节软骨就像海绵，它没有直接的血液供应，它依赖运动时的循环、压缩和释放来泵入营养物，治病泵出发炎废物。活动真的是关节最好的润滑剂，休息太多会导致关节停，致导致僵硬和发炎增加。您开始使用的草本植物旨在镇静疼痛，让您足以回到这些温和且必要的运动中。从小处开始，也许只是10分钟，然后慢慢增加。是时候将这些强大的资讯转化为简单可执行的策略了。没有实践，知识就毫无用处。这里有一份专为熟龄族需求设计的简单易懂执行蓝图，优先考虑取得的便利性和一致性。目标是简单和持续，特别是对于长辈。我们不是要求您一夜之间成为草本专家，这个计划重点在于立即纳入2种容易找到高影响力的草本植物，并随着时间增加针对性的补充品，以获得最深层的益处。您的90天关节舒缓蓝图，重拾行动力。第一阶段15天厨房整合期，姜黄与生姜的每日行动。
您的前2周致力于将姜黄和生姜无缝融入现有的日常饮食中，这必须成为不可妥协的习惯。黄金法则：每天早上承诺摄取1/4茶匙的高品质姜黄粉，混合1小撮黑胡椒，记得吸收率法则。生姜半茶匙的新鲜，磨碎生姜，放入您的晨间咖啡、柠檬热水或拌入早餐燕麦中。支持步骤：睡前使用少量稀释过的迷迭香油混合椰子油，轻轻按摩。任何特别困扰的关节，如手或膝盖，预期改变15天，您应该会注意到晨间僵硬感有微妙但明显的软化，疼痛的极端锐利感可能开始片钝，让一天的初始动作不再那么痛苦。您的整体精力可能会感觉稍好，因为身体花在对抗体内发炎的力气偏少了。第2阶段30天重点补充期，乳香鱼、亚麻籽。在执行第1阶段习惯2周后，引入高品质的标准化乳香 Boswellia 补充品。这是您在细胞层面上针对深层慢性发炎的强大工具。同时开始加入研磨、亚麻籽。日常惯例按照瓶身指示服用乳香，目标是稳定的每日剂量。继续姜黄和生姜的仪式，研磨1汤匙亚麻籽并加入1餐中。其中评估在第30天，用简单的1到10分评估您的疼痛。如果您开始时是8分，目标应该是舒适地降到6分或更低。预期改变，总计30天。这是您可能开始感觉到平息发炎和提供身体健康 Omega-3 建材的累积系统信效应的时候。整天的活动可能会感觉更顺畅，您可能会注意到短暂散步或轻度活动后的恢复，明显偏好之后沉淀下来的僵硬感也减少了。第3阶段60至90天全方位支持期，全谱系与微调。您现在已经建立了3个高效的习惯。引入第4元素魔鬼爪 Devil's Claw。如果您仍有持续的局部不适，或者如果您容易有糖瘾或代谢问题，可以考虑使用肉桂血糖镇静法。目标是轮替并找到最适合您特定身体需求的1-2种核心补充品。维护到现在，厨房习惯应该是自动化的，无需费力。您正持续用全食物和针对性补充品支持身体的自然抗发炎过程，优先进行我们讨论过的温和运动来滋养关节。预期改变60至90天，想象90天后的自己醒来时不必等待关节暖机就能完全站立。想象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没有那一刻的犹豫，或是与朋友快走时真心享受运动，而没有持续的不适感相伴。您的身体会感觉更平静，更有韧性，更像您记忆中几年前的样子。这就是持续性和大自然的力量所带来的不可思议改变生活的差异。这是您的新常态。你拥有了知识，你拥有了7种强大的工具，你拥有了简单的逐步蓝图。您现在就有力量开始改写您关节健康的剧本。您不必向僵硬和疼痛投降，您不必接受行动不便作为您的宿命，或仅依赖暂时的缓解。这7份来自大自然的简单礼物，强效易取得，并准备好为您效劳。想象90天后的景象，像弯腰、系鞋带、提杂货或与孙子长时间玩耍这样简单的动作，不再是一种体力消耗和严酷忍耐的行为，而是纯粹舒适的快乐和自发性。当您用这些天然抗发炎武器赋予身体力量时，那种转变不是幻想，而是可能的。您的自由和您的行动力太重要了，不容忽视。今天就踏出第一步，从这些草本植物中挑选一种开始，承诺执行15天计划并观察变化。您的身体正等逐，您帮助它疗愈。
如果这段内容给了您希望，教会了您关于关节问题成因的真正心知，或是激励了您采取行动，欢迎按赞支持，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您的年龄，以及您打算先尝试这7种强效草本中的哪一种。您的分享能帮助其他人看到什么方法有效，并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社群。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值得信赖、科学为本且专为熟龄生活量身打造的天然健康建议，请持续关注我们。祝您活得更年轻、更健康，享受完全舒适的生活。